Hello，大家好。由於我要展開我嘅新旅程，所以啲朋友今日嚟咗送機。首先第一站會係16個鐘嘅首爾小旅程。我有好多嘢想做，不過16個鐘睇下我做到啲咩。由於我係搭凌晨機，一落機5、6點鐘，所以呢，我就喺機場揾咗間 Spa on Air 瞓一瞓先。瞓醒梳洗完，我就即刻出去弘大食我期待已久嘅醬油蟹。下一站我就喺弘大揾咗間髮型屋剪頭髮加做咗個 treatment。因為跟住 book 咗去影證件相，咁影相之前梗要去一去 Olive Young 執個樣先。今次影嘅呢間喺香港亦都有分店，成個過程只需要30分鐘。回程前嘅最後一站，去行一行文青區，再飲返杯咖啡，今日就好滿足啦。臨搭車去機場前，仲可以沿住荒廢咗嘅京義線鐵路改建成嘅公園行下。16個鐘嘅韓國旅程就順利完成咗啦。